嗱，今次呢單嘢唔係普通咁簡單。我事前查資料嗰陣都覺得有啲毛管戙。1996年6月18日，澳門總統酒店713號房爆出驚天碎屍案。酒店職員阿文發現房間血腥滿地，馬桶同浴缸塞滿碎肉，嚇到即刻報警。警方調查發現，死者係兩個內地女子，其中一個叫張超，另一個短髮女身份不詳。案發前，兩人同一個男人進入713號房，之後淨係見到男子拎住洗衣袋走人。6日後，喺氹仔橋邊發現兩個腐爛人頭，證實就係張超同短髮女子。警方鎖定目標宋文匯小宋，佢係引薦張超嚟澳門買淫嘅中介，因為輸晒兩女賺嚟嘅錢，怕事敗被追究，所以起咗殺心。小宋先迷暈佢哋，再殘忍分屍。最後，小宋喺吉林落網，被珠海法院判死刑，即時執行。講真，睇完成單案，我個人感覺呢單嘢唔單止係人性黑暗咁簡單，我覺得713號房可能到依家都未清晒啲怨氣。咁啱，前排有朋友話，小賈，不如你試下去總統酒店靈探下啦。有啲地方唔係話去就去，要有心理準備。但你知啦，如果嗰度真係有留低啲咩氣場或者訊息，我都想用自己嘅方法去記錄低。於是我揾咗我老豆阿寶傾過，最後決定自己一個人孭住機器，靜雞雞走入去行一轉。嗰晚夜晚11點幾，街上人流唔多，雖然酒店已經重新裝修過，但個樣都仲係保留到90年代嗰種格局，舊式地氈，黃黃地嘅燈光，長長走廊，隔音唔算好好。我影住 vlog， 一路行一路講，我依家正前往傳說中出事嘅7樓713號房。據講，曾經有人住過之後病咗，亦有人話夜晚聽到水聲。但事實係點？我哋今晚就用影像記錄低。搭電梯上7樓，一出嚟，成條走廊都聞到一陣陳舊嘅味道，加上冷氣好似唔夠凍，嗰種焗住又陰陰涼涼嘅感覺，令我即刻起晒雞皮。713號房，我冇即刻敲門，只係企喺門口，拎錄音筆出嚟錄音。依家係晚上11點47分，喺總統酒店7樓713號房門外進行靈探記錄。我輕輕敲咗3下門，冇回應。當然啦，我亦冇打算入去，我只係想感受氣場變化。但喺我敲完門大約10幾秒後，房門自己喐咗少少，我肉眼睇到門真係微微向入面縮咗下。當時我個心即刻實晒，冷汗直飆，係風嚟嘅，應該係風嚟嘅啫。我喺心入面安慰自己，但冇理由，走廊冇窗，冇風吹，點解會喐？我拎住攝錄機，慢慢向房門走近，鏡頭喺門罅 zoom 入，黑蚊蚊，咩都睇唔清。突然間喺我耳機入面傳嚟一段微弱到唔似人聲嘅低語聲，似係女人鬼食泥咁，唔知講緊咩。我即刻定晒，踎低錄多陣，錄咗差唔多1分鐘，正想收機，下一秒我睇到喺門罅裏面有啲好似白影嘅嘢一閃而過。冇錯，真係只係一閃，就好似有人喺裏面行過咁。當下我背脊直頭凍到僵咗，手掌都不由自主咁出晒汗，心裏面響起走啦，但職業病作祟，頂硬上繼續拍。我將鏡頭調低少少光圈，再 zoom 多一級，對準房門罅隙。鏡頭入面一個模糊輪廓，好似係一個女人，頭髮長長，着住白色好似浴袍咁嘅嘢，企喺入面，但塊面睇唔清，感覺係冇面孔咁。我忍住唔出聲，手震震咁拍咗10幾秒，突然成道房門猛咁喐咗一下，我即刻退後3大步，隻手緊緊攬住部機。我望住713號房門，心跳快到耳仔都聽到自己血液聲，嗰種感覺好似有嘢喺房裏面撞門咁。我知再留喺呢度唔係好事。
我轉身行向電梯，邊行邊忍唔住擰翻轉頭。講真，嗰一刻我好似睇到713號房個門罅裏面有一隻又白又瘦嘅手，慢慢咁縮翻入去。翻到屋企馬上聽翻錄音，睇翻拍咗嘅片。錄音裏面錄到有個女人講唔好走，帶我翻屋企。影片重播到門罅，果然有白色殘影一閃，慢鏡睇到好似係女人嘅影，不過完全冇面孔。而當晚根本冇其他人住喺713隔離，酒店 check 過記錄，呢層得1、2間有人住，其他都係吉房。翌日我揾咗識得音頻處理嘅朋友幫我放大同清理雜音，結果喺錄音入面真係清晰聽到2把女聲，一把偏長氣，一把急速短促。朋友仲話錄到有低頻共振，即係一啲唔係用人聲自然能量發出嘅頻率。有人話呢種係靈界信息嘅特徵。我哋再分析錄到嘅說話內容，整理到唔好走，帶我返屋企，小心佢。呢啲斷斷續續嘅字句都夾雜住一種絕望感。今次713號房靈探之旅，唔單止錄到聲，更加親眼見到異象。講真，靈界嘅存在並唔係為咗嚇人，而係有啲靈魂可能真係未放得低，又或者想走但走唔到。佢哋唔係要害你，佢哋只係想話俾人知，我哋曾經存在過，我哋唔想俾世界忘記。經過今次，我決定以後靈探嘅時候，盡辦法同靈體溝通，睇下佢哋有冇嘢需要幫手。靈探唔係娛樂，係一份尊重，一份溝通，一份記錄。如果你都想行呢條路，記住敬畏、謙卑同埋保護好自己。